路加福音23章13至25節。比拉多召集咗祭司長、領袖同埋民眾，就對佢哋話：你哋押呢個人到我呢度，話佢係煽動百姓作反嘅。睇下，我已經將你哋告佢嘅事喺你哋嘅面前審問佢，並冇查出佢乜嘢罪。就算希律，亦都係咁樣，所以將佢送翻嚟。可想而知，佢冇犯乜嘢應該處死嘅罪啊！所以我會重打佢，將佢釋放。每逢呢個節期，巡撫必須釋放一個犯人俾佢哋，但係群眾一齊叫住咁話：殺咗呢個人，釋放巴拉巴俾我哋。呢個巴拉巴係因為喺城裏邊叛亂同埋殺人，而家坐監。比拉多願意釋放耶穌，就勸解佢哋。無奈佢哋叫住咁話：釘佢十字架，釘佢十字架。比拉多第3次對佢哋話：為乜嘢呢？呢個人做咗乜嘢壞事啊？我並冇查出佢犯咗乜嘢該死嘅罪，所以我會責打懲罰佢，就將佢釋放。佢哋大聲催逼比拉多，要求佢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邊。佢哋嘅聲勢贏晒，比拉多咁先至照佢哋嘅要求去判案，將佢哋所求嘅嗰個因叛亂殺人而坐監嘅釋放咗，將耶穌交俾佢哋，任憑佢哋嘅意思去處置。小朋友，考考你啊！點解比拉多想釋放耶穌呢？後來又點解要判耶穌釘十字架呢？群眾高聲咁叫嚷，寧願釋放作亂嘅巴拉巴，都唔願意釋放冇罪嘅耶穌啊！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穌係被誣告噶，但係佢都係受唔住群眾嘅壓力，或者亦都想保住自己嘅官位。佢寧願揀背棄道義，殺害無辜啊！其實耶穌係甘願放棄脫罪嘅機會，甘心走上十字架，係為咗我哋所有人都可以靠着耶穌得着真正嘅釋放啊！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乜嘢係我哋所需要嘅真自由。分享完之後，可以一齊祈禱，求主開我哋嘅眼睛，讓我哋睇見喺真理之中，我哋才可以活得自由，不再被罪去捆綁。求主賜我抵抗引誘嘅能力，使我哋可以活出自由。今個星期嘅信仰小練習係禁戒練習，學習忍耐同埋控制自己。今個禮拜我哋會選擇一個你喜歡嘅娛樂活動，例如睇 YouTube 啦、打機啦咁樣，進行呢個減時挑戰。而家就同屋企人商量，大家分別會選擇邊一種活動，同埋喺呢個禮拜之內每日減時幾耐啊？